牵涉到真侪官司的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，去年弃保潜逃，已经受到通缉。即卖有风声讲，伊人伫中国已经放掠着，不过中国迄边是也无回应。央张检方又搁调来朱国荣的秘书，等等技术协助伊逃亡的9个人来问归。依照日出国甲移民法定罪，以10万至100万交保。你有帮助朱国荣啊？你有话要说？规身躯包白板，互刑警局提，传到地检署。这回被新闻成为检方发现，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会当顺利走出国，敢若是甲伊有关系。你们是受多少投做这件事情？船长的2个后生做船员，也敢若有斗相共协助朱国荣坐游艇逃亡。伫检方核实了，船长30万交保，船长的2个后生分别拢10万块交保。抓真侪现金，半边办交保。朱国荣姓詹的秘书因外头甲面5条的，由亲友陪同赶紧离开。检方2日大动作搜查，团犯甲具体9个人到案，就是要查清楚朱国荣是安怎逃走的，即马人藏伫咧倒位。除了姓詹的秘书60万交保，朱国荣查某朋友一家伙仔，包括查某朋友的爸母甲大兄，分别是20到100万交保。因为伊姓林的查某朋友也佫伊外籍翁婿，一个人80万交保，另外一个是限制出境出海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几件案件是朱国荣涉及到炒股票、内线交易等弊案，官司早被判，去年9月就弃保5起。走到国外去，即马伊人藏伫咧岛，讲法真侪种。北团讲伊伫中国被掠，又有报道讲伊伫太平洋岛国万纳度，敢若是互人软禁。咱刑事局表示，已经透过管道向几类国家查证，即马也未得到回应。中国方面也依他无回。朱国荣被列做重大外逃犯，护照已经被注销。这回检方审问几位被告，全来是调向出入境甲移民法来侦办。透过几条线索要找人，赶紧甲人抓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